好，咱开始来读。咱遮写日期1643年5月15号，即天内底包一寡包规半年的其他的即个日子吼，主要是淡水遐所写的吼。淡水是北部的淡水啦吼。好，咱来看吼，1642年12月27。阴雾有风的天，读考卷社的人运100支竹仔来遮吼。读的袂记啊，之前有看这什么社拢有读过吼。读考卷应该是伫个归人河这遐附近的吼。等下再看29。12月28，天气天气还晴朗。卡地亚社的酋长该动几啊居民前来取地，因来听证因的土地互阮，带来3丛金蕉树、金蕉栽啦吼，含1丛柠檬栽吼，为此来赠送因5匹的空眼布甲一寡薰草。今仔日透西风，迄只对过人来的艋舺已经到位。12月29，乌云的天真冷。昨暗落真侪雨，无特别的事。12月30，游园继续昨昏的天气。12月31，早起真冷，继续透北风。阮派士兵将南姆的对取地去过人炸一张批去互梅乌尔哈罗斯，就是迄边的长官吼。祝新年快乐！伊搭野人的艋舺对水路溯河上去吼。对这条河无讲吼，顺便探查各种情况，规工拢是乌云满布。1643年正月初一啦吼，新年好天气，愿万能的上帝，互阮大家快乐前进。互阮为公司的目标甲利益，以及为阮灵魂的满足所做的一切代志，拢会当顺利成功。阿们。正月初二早暗落真侪雨，但是早起雨就停了，所以中尉甲班长带领士兵早武器操练，无特别的代志。正月初三好天，有西风，有西纳尔社的野人的一只船来到城堡外面，其中的主要野人带几个柑仔来送互中尉，讲因载一寡米甲其他的食物要载转去因的村社。中尉就命令因爱甲村外刷来个甲村外的竹仔吼，对上游运载过来吼。伊答应照办。所以就送因一寡薰草，了后因就上游航去。正月初四，风甲天气悠然像昨昏，有几啊中尉还未去过的村社的居民来到遮，是被派来问讲，为虾米阮无去访问因，像去访问其他的村社安尼？因会真亲切来欢迎阮吼。中尉回答因讲，若是有机会，阮会访问因吼，因为阮爱听候对过人来对阮写去的批信的答复吼。爱先知影梅乌尔哈罗斯阁下和迄边的议会是毋是有同意，所以即寡居民就又阁转去了吼。读考卷社的酋长名叫做瓦迪，也来取地载80支竹仔来纳效。我想起来，读考卷社就是水灯卡啦吼，是纸啦吼。我带领炮手甲中士去西纳社和阿里多社那什么所在？伫遐受到酋长梅老和加基拉非常亲切的欢迎甲招待，因此阁互因一寡薰草，讲因定定吼，伫基台中尉去因遐，以便要款待伊将会受到真大的欢迎，并且会互伊试过去观看因的村社，因为因真积极吼，
阮也袂去访问因，就像敢若去访问其他诶村社安尼。对此，阮真慎重来答复因，阮会去访问因，有机会就会去。我感觉佫开始伫鬼打墙安尼，哇！我读这足辛苦，就是讲我有时我就家己无想我是毋是佫读过谈毋着位去吼，家己诶迄种感觉出现。好，加在啊下底拢无吼，下底看下这10几工拢是一两纸尔吼。好。正月初五早起天气相当好，迄个士兵蓝某咧对过人转来，伊又坐一只野人的艋舺对遐载迄个卡比德因美乌哈罗斯迄边的议会所写来一张批，伫本国月3号出航的。正月初六开始透风落雨，无特别的事。正月初七又还是继续昨昏的天气。正月初八夜间也是同款的天气，就是透风落雨啦。但是天光了后，小可有改变，有出日。阮就派迄只野人的艋舺载真南姆的，载一张阮所答复迄个卡比登梅尔哈罗斯的批信去过人吼。我即马才注意到即个 Captain， 即个应该是 Captain 的意思啦吼，有成啦吼 ，Captain 梅乌尔哈罗斯吼，我伫遮伊这是贵人迄边的张官吼，看起来是迄个官位比淡水遮即个搁较悬吼。下晡透强风，正月初九昨昏落真侪雨，天光了后透风阴天真冷。今仔日无特别的代志。正月10号，风甲天气又原像昨昏，但是下晡就好天，一直到暗时啊，拢无特别的事。正月11，昨暗落雨，透强风，天光了又原是安尼真冷，有时有一时啊，即个出日吼。1月12，好天，无特别的事。1月13。落雨透风，一直到暗时才停。今仔日有黎族社的几啊居民来遮，用2只艋舺送一寡柠檬、番薯和其他青的即个食物来互阮，表示因的好意。阮感谢，甲即寡物件拢收落来，并且赠送因一寡薰草，然后因就离开咯。正月14好天，有武柳湾社的几个居民来遮，因的酋长名叫做艾少。载137支竹啊来立哨吼，所以就赠送因一寡薰草，因又搁离开，暗时又搁开始落雨。正月15早起阴天搁真冷，如此继续规工一直到暗时。今仔日伫即个城堡外面，玛利亚灵堡对面的一个壕沟啦吼，河沟内底呢安置了6000支的卡刺。即寡卡刺是阮派人做吼，什么叫卡刺呢？这角刺吼，我相信就是一种陷阱吼，陷阱、机关啊吼。正月16，昨暗透大风又搁落雨。我为啥讲机关呢？因为我自细汉听了。我学到的叫做机关，毋是陷阱吼。陷阱是以后学华语才知影有即个词吼。自细汉拢听着是讲机关吼，做一个机关吼。好，早日啊，大理大书店吼。机关。机关吼，第一个解说叫做装置吼，例句是内底有机关伫咧吼。第二个是机密啦吼，第三个是政府机构吼，所以即个装置吼，内底有机关吼，所以嘛无一定是陷阱，就是内底有一寡装置安尼啦吼。
正月16昨暗透大风又搁落雨，一直到早起要继续咧透风落雨，非常冷。而且如此继续规工，暗时迄个士兵詹拉姆咧对归人转来，还阁有2个野人同齐坐一只艋舺转来。早转来一张 Captain Maywood Harusi 的批来，以及写去甲因讨一寡物件还是一句敢若是写来无介完整以及写去搜救一寡物件还是变化无常的天气。正月17好天，下晡有4只艋舺载着13个野人对武力湾社来到遮，其中有因的酋长A少载来300支竹仔6哨。为此，阮赠送因2叶半的空间布和一寡薰草，并且命令因剩落的竹仔爱伫最近就爱载来因答应了后，就离开了。正月18早起乌阴天，翻译员 Francisco 带动2个野人坐因的艋舺出发，又搁前往归人。伊无介意继续留踮咧遮因为伊的朋友伫咧甲调换因此阮就交互伊一张刀批，互伊早起美武哈罗斯，甲伊讲即个人伫咧厝地6个礼拜进行，并且赠送伊一匹空眼布和2包薰草，一个细镜3个茶水茶螺和一寡盐手指但是盐做盐就是铅也互即两个归人的野人5叶的空眼布和2包薰草。下晡马扫社的excuse me， 马扫社酋长名叫做 Kilak 坐一只艋舺来到厝地，再来一寡蔬菜菜脯、米饭因为安尼所以赠送伊1包薰草，送伊了后，伊阁带来迄寡物件就离开。暗时恬静无风，乌云的天，乌阴的天啦1月19好天，有晴朗的日头，无特别的事。1月20好天，下晡 Cornelis Desmith 对归人来到遮，伊报告讲伊去过这附近4个村社去团练要爱迄寡村社的主要头目载着因的机仔去归人美武哈罗斯遐按照和阮所制定的条款，因伫个归人要停证因的土地了后，每3个月爱去迄个城堡报道一遍，就是讲每一个村社一个酋长爱载着伊对阮遮所领处因的机仔去遐报道但是即寡人讨时讲，伫咧即个北季风的期间袂当去，因为天气又搁冷又搁年雨大真恶去行到迄个遮尔困难的道路到归人所以毋过因愿意来厝地即个安托尼奥城堡托马斯姐姐因为较瓦近嘛因就问讲来厝地和去归人毋是拢相像吗？因为阮互相拢是朋友因就准备要踮咧厝地停整因的土地，并且要炸新鲜的食物来互士兵，但是因希望讲中尉爱先去访问因的热情甲因欢迎用食物和饮料亲切来款待，因讲要用来款待中尉的即寡食物和饮料拢已经特别保存落来了然后将结成顺服结成顺服群，就像中尉已经去访问过的迄寡村社安尼来顺服。对此，因表现甲非常的激动，问讲是毋是因当做头生的无私生子毋值得家己毋值得来看等等因此呢，中尉就拍算要搁再一次写批去归人，互梅乌哈罗斯和遐个议会，以便要亲自去遐
互迄寡居民满意欢喜。看起来，而且已经公开表明，迄寡居民只有对即个中尉满意吼。安尼，伫因含阮中间的即个友谊会当增重到超过因甲赖厝地交易刘黄含黄金的迄个西那人的友谊吼。上重要是，抑阁会当借即种借意查出通往真正的金矿的道路吼。上重要是讲会当利用即个关系啦吼，来问因金矿伫倒位吼，为公司效劳，愿上帝如此祝福。我记啊，拄则即篇较长一撮吼。一个日好天有日头的晴朗天气，无特别的代志。一个日天气有缘像昨昏，今仔日阮发现迄个荷叶，我阁袂记地窖要安怎讲，土库啦吼，土库，迄个荷叶土库非常的淡吼，装荷叶的桶嘛已经老。虽然讲迄个土库用迄只拆解的迄个芳船的草棚去砍的，而且即马天气嘛真好，但也是淡去吼，因此呢，写批去过人来讨一张有顶头迄个点仔架的篷布吼，或者是共款做的粗胶的船篷吼，含白油用来起一个排水槽吼，顶伫迄个土库内底迄个柴梁顶头吼，互水流到一个袂造成损害的所在，用来保存荷叶。因为无啥物补救的办法吼，也请即个美武哈罗西派来厝地即个 Colonist Smith 去看过，以便转去以后会当伊的主人来报告吼。一个23特别晴朗的天气，有温暖的日头。微风对东方吹来，吼，对东边吹来，然后阮派 Cornelis Smith 和士兵 John Ramu 去过人，炸一张批去互美府哈罗西和迄边的议会，因解冻冰箱的批迄个信差吼，三哥吼，伫个早起10点钟坐一只艋舺离开厝地前往过人。下晡，伫个即条河流对岸的起板弹社吼的头目，就是淡水河对面的啦吼，北里迄边啦，起板弹吼，解冻伊的2个囝儿来到厝地吼，炸2-3罐马斯考毋知啥物物件。伊都有注卡，我来看一下好了，3435。稍等下吼，34是起北弹对本文的描述，即些人过着淡水河，看到安托尼奥社堡摇动的旗帜吼，即个旗仔啦，看会到啦吼。就会当前往该城堡，所以此社应该就是淡水河南岸的北里分社吼，就是即卖北里乡。马斯考也称做马西考吼，是台湾原住民的一种酒吼。台湾话讲啉酒啉到马西吼，无定就是含即个语言有即种含即种酒有关的吼，马西 ，OK。马西考哈，马西考 ，OK， 真正的注卡先煞看下吼。哦 ，Thomas 就是 Thomas Peddle 吼。塔科站吼，头前好，无啥物好看，好，咱转去。顶头日子吼，3435，看了就伊新朋友欢迎吼，3435伫倒位啊？
好，我个这段我个对头开始读哈。下晡伫即条河对岸去板弹社的头目，该当伊两个后生来到遮吼，炸2-3罐马西烤酒吼，啉甲你马西吼，雷蒙甲其他物件来送互阮，为此来赠送伊一寡薰草甲阿拉卡酒吼。这互因非常的欢喜吼，因即寡人的肤色甲阮相款白吼，照因的风俗是佩戴着弓箭吼。中尉就问伊讲，自从战地指挥官Johannes Lamotius 离开以后，为何到即嘛才来阮遮吼？咱真有读过讲，即个原住民对即个战地指挥官真无介意吼，而且咱已经读一遍了，咱读几啊遍哦，因为copy and paste。读几啊遍，讲即战地就因足无介意诶，想要甲杀死吼。好，咱搁继续吼。讲恁即满为什么即满再来遮吼？战地指挥官捌送因一支日本诶盾吼，就是权杖吼。即支盾吼，伊即满搁随身炸吼，而且真珍惜。伊回答讲，因为无用你挂丢啊吼，所以即满再来吼，因此请原谅因。阮着原谅因，但是特别命令因讲，其他村社所有酋长嘛，拢必须要前来处地吼，甲因的土地来听证互阮。伊答应讲会甲因带来，并且请求中尉以后爱去访问因吼，因为因甚至是囡仔拢非常期待伊的来访，因此呢，阮着回答伊讲，真有机会就会去拜访因啦吼，所以因就离开。阮送一只艋舺互即个头目，互因非常的欢喜，因为伊还无属伫家己的船只。伊答应讲，阮只要用青龙旗伫个城堡头前小压一下吼，因就会渡河过来阮即边吼。所以安尼诚听话啦吼。所以会对主考再讲啦，照即个安尼看起来吼，就是巴黎婚遐嘛，一个旗啊，一个都有看到吼。哦，我即满我已经写20个迄个字。好，继续过来哈。124，还阁继续是好天，酋长 Benap 的囝来到厝地，我已经袂记 Benap 是啥对一个社吼，应该是咧淡水河上游吼。郡洼即个归人河口迄甲位啊款吼。酋长 Benap 的囝来到厝地吼，炸一寡番薯和其他物件来送阮，因此佫赠送伊一寡薰草甲阿拉酒。我本来对台北吼这地理无讲介清楚吼，读即段现即个地图，知影讲即几条河安尼，靠概念一丝吼，无真正安尼实在是对台北足清楚的吼。当然，我佫开只地图吼。好 ，OK， 转来你几只？读到对啊，124吼。讲即个酋长变来的后生来遮吼，载一寡物件来，说送一寡薰草甲阿拉酒吼。因来是表达好意，无偌久就离开。下晡三哥是敢若是一个汉人啦吼，还是原住民的款。哦，坐着迄只载 Cornelis de Smith 和 John Lamu 咧离开的艋舺转来到厝地吼，伊护送因到黎族社。伫遐含因识别转来，为此来赠送伊2叶半的空眼布和一寡薰草。伊甲迄只艋舺老店的厝地就前往先仔社吼。125，犹原是好天吼，晴朗的天，但是真热。126，约落伫咧中昼的时阵，中尉 Thomas Pedo 就是直讲的迄中尉吼，真受人欢迎的即个啦吼。和下设商务员 Peter Han 吼 ，Peter Han 先生，该动总数20个人，包括士兵、炮手吼，
这两只艋舺对即个安东尼奥城堡出发，溯河航往上游，要去看是毋是会当取得啊。为着公司的工作甲好处吼，带来互即个城堡以及其他工程来使用。好天，暗时嘛是共款好天。城门关了后，差不多半点钟吼，有2个军岛中尉出发的士兵转来取缔，报告讲中尉和商务员显先生以及随从的人拢已经到 Juice de Jager 遐吼，即毋知啥物所在吼，带转来几只掠到的即个鳗吼，鳗鱼吼鳗。1个日期，约伫个早起，上述迄2个士兵又搁对取缔出发去中尉遐。好天，但是真冷，规工拢非常的静落。暗时嘛是共款好天，其他无值得记载的代志吼。我会记伫台湾其实若有出日吼，其实是袂讲介冷。好天，但是真冷吼。1个礼拜吼，早起好天，约伫中昼的时阵，中尉甲商务员显先生随从因的人拢转来到厝地了吼，就是去中尉甲因带规定20几个人去吼，已经转来。早转来400几碟啊吼，天气还是共款诚好。1个29好天。带有温暖的日头，下晡有7只艋舺对黎族车来到即个城堡头前，再有查甫囡仔吼，包括酋长贝纳佩的某，因载一寡马赛卡吼酒啦吼，马赛来送互中尉，为此呢，所以就送因一寡薰草，另外因也用一寡新鲜的食物，吼，像番薯啦、姜啦、甘蔗啦，其他物件来换现款、换薰草等等。随后，即寡野蛮人就往下游行去，要去捞即个淡菜，吼，淡菜，莫西人就是英语敢若叫做 muscle 的款吼，这是荷兰文吼，莫西人吼。命令因会庭爱过来讲看卖吼，因答应讲会来，就是讲命令会庭爱过来遮开讲者吼，因答应讲会来。今仔日阮无用你甲即个竹仔铺落长吼，要甲厝起较加一撮，因为好天吼，暗时啊，将拉莫雷就对归人转来咯。1个30早起好天，早起乌阴天，但是天光的时阵有小可有日。士兵 Hans Gall 2个炮手甲2个乌人对归人来到即个城堡外面。这2个乌人插一滴掩饰，因为昨暗10点钟的时阵，因的艋舺互真大海涌杀去弄着礁礁来破碎去，因此呢，性命遭有极大的危险吼。但是因为因的上帝保庇吼，所以会当脱险。所以伫这附近吼，因就起好来航搭哦。取暖吼，因为因规身躯拢湿漉漉吼，而且真冷吼。因表明讲是阮真好的朋友，问讲因是毋是即个 Thomas Peddle 的人，因真介意因啦，真介意即个 Thomas Peddle 吼，真愿意款待所有对伊遐去因遐的人的等等。奇怪，即个乌人明明就是含即个士兵同齐人来看起来是啥物原住民的感觉啊？好，因此呢，上述的即个 Hans Gall 吼，即个士兵含炮手拢就是真感觉对即个位的和平吼，感觉真意外吼。阮无需要争执，若敢若像讲阮伫归人的人遐吼，安尼。根据因的报告已经马有哈罗斯阁下含迄边议会来批，以及上述特别派来阮遮的人，阮遮迄寡人吼，就是毋敢相信讲一寡居民，则毋敢讲对行陆路前来处理吼，就是因归人想讲即遮人足歹，毋敢行陆地啦吼。
结果来想讲奇怪，咱拢逐个人感情遮好吼。因为金包里的酋长吼，名叫做 Theodore， 已经带领因大部分的野人吼，都往三条社去啊。内批是安尼甲阮讲吼，批呢还佫讲要随派人对陆路，互阮答复，因此，即个城堡的指挥官就召集议会开会，决议讲，如决议录所记载吼，爱派阮的平常的信差吼，就是先仔社的三哥吼，三哥是专门咧送批信的吼。该动士兵 John Lamole 以及上述的即个 Hans Gall 两个水手甲两个乌人，以及总共7个人，好好武装起来。尽量较紧炸一张批去过人吼，梅乌尔哈罗斯阁下和议会，因为阮迄今就是到呾和当地居民关系一直拢真好吼，因拢证实对阮有真好的友谊，因此阮的人真乐意决定讲即抓要经由陆路，沿着海岸吼，因通常的道路来前往过人。中到过后无偌久，因就离开此地。愿慈悲的上帝带领因一路平安，天气犹原是晴朗。等下吼，看起来对淡水到贵人行海线是要安怎行法啦？行海边啊吼，即嘛有2号即个2号公路啦吼，即行对北边去三芝，啊，过来是白沙湾，石门，然后佫挖到口岛南边吼，到金山，啊。金山万里野柳，再入去过人安尼。我对即条嘛真清楚啦吼，地名拢听过啦，无介熟。好，咱转来第几只？131号吼，正个要结束啊。有真舒适明朗的日头。今仔日还佫有几个居民来阮遮吼，早马洗烤酒吼，姜啦吼，含其他的即个新鲜的食物来，表现非常的友善吼，是对真上游落来吼，即寡居民啊，对淡水河真上游吼，真上游倒位啊？撇谈哦。新店，因此呢，一点仔拢看袂出讲对阮有任何的恶意。暗时啊，犹原是好天。我拄则迄什么新店的话，我家己后壁讲啊，伊无写吼。2月初一有温暖的阳光温暖的日头吼，无特别的代志。2月初2犹原是好天，也无特别的代志。2月初3，像昨昏晴朗的天气，继续有东风。吹来，中昼的时阵，即个城堡外面有3间厝烧歹去，好烧厝啦吼。迄是阮的士兵煮饭吼，煮饭甲即个藏物件的所在吼，嘛，毋是，好是对炮手点好的吼，点好的盖伫竹仔甲茅草中间的烟筒讲出来，什么意思？因此，就对外面和内面拢倒好起来吼。炮手哈门是安尼甲阮讲吼，迄当阵伊坐伫个即个杜仲式咧写汉字，伊的脚趾片棍瓦好迄边吼。迄时下士 Hans Klaes 和士兵 Lawrence Wierdehoff 以及其另外2个人，拢伫迄个杜仲式的边啊吼。因此呢，严厉来质问因每一个人，爱因讲出是啥物人会毋对，若无特别认为讲因是全体会毋对当做处罚，但是因异口同声来讲，袂用安尼处罚，因拢毋知影原因，只敢若知影先看着好对中央
迄间厝的顶头倒起来，强烈的东风真紧就甲火吹去烧着边仔迄间厝顶顶吼。而且因以性命甲荣誉来宣誓，确实是如此。因此，阮无法度通来处罚因，即次就安尼准煞吼。只敢若警告因讲，将来必须要搁较注意因的好，并且禁止搁起任何的犯恶吼。西洋人即个互相信任，就是你只要你敢讲，伊就相信你吼。这一直到即嘛，伫美国嘛是安尼啦吼。因啊，有一个野蛮人对李作社来到厝地，讲要爱阮为因来主持公道，因为伊和另外一个居民为着一领裙吼发生问题，裙啊裙子吼发生问题，所以呢，中尉就回答伊讲，安尼就爱去调换迄个对手来吼，但是伊进献的非常为难，这什么意思？什么叫个进献的非常？但他阵线的非常为难哈。阵线什么意思？震动的震哈，现在的现哈。表现吧哈，应该是表现啦，但是伊表现甲非常为难哈，所以就继续来甲盘问哈，就继续甲问讲，所以伊就讲，因为伊的主人甲拍啦哈，所以伊就逃走，愿意留踮咧阮遮。和其他人同齐来做工，因为已经真晚，阮就互即个野蛮人留踮咧即个城堡，并且继续来甲审问吼。但是伊有完依起顶头的即个讲法吼，所以就派人好啊监视。2号初是，阮派上述的野人去做卡契，卡契拄则讲机关吼，并且叫一个卡基演人吼，即毋知啥物无注卡吼，卡基演人同齐来陪伊来盘问伊吼，盘问吼，就应该是审问吼，审问伊。同时呢，派人去先纳社调换翻译员瓦迪来，毋是三哥哦，是瓦迪去。因为阮决定要甲即个人送信去李作社，表明阮无爱甲逃走的野蛮人接纳为奴隶。像西班牙人以前伫遮所做安尼吼，安尼到尾后拢引起当地居民真大的不满吼，所以阮无安尼做吼，并且要命令因讲爱遵照含阮所制定的有关条款，也爱含阮来商讨一寡代志等等。但是上午呢，有另外一个李作社野蛮人坐一只艋舺来到遮，报告讲酋长 Ben-up 要落来即个先纳社来买落坡，但是含即个人都加讲几句，加交谈了后呢，知影讲因之所以落来，就是要来找即个逃走的野蛮人。因此，阮就甲讲，迄个人伫遮，并且甲因讲，阮对迄个人听到情形。毋过，即个野蛮人甲阮讲，迄个人是Ben-up的兄弟的后生，吼，伊迄个兄弟嘛是一个酋长，伊因为含另外一个野蛮人的某来往，所以和迄个野蛮人发生冲突，因为惊恐处罚再对李作社逃走吼，就来到阮遮。伊想要互阮相信讲伊无爸母嘛无朋友，其实伊是一个少爷等等。所以呢，中尉就命令伊转去Ben-up遐，甲伊讲伊必须前来厝地，后来阮就派即个翻译员瓦迪去遐，伊不转来报告讲上述的Ben-up讲。爱甲迄个逃走的野蛮人的骹手拢甲绑起来，甲伊关踮咧厝地吼，一直到伊亲自前来厝地，伊拍算3-4天后就会来吼。阮就先伫咧翻译员面头前甲伊绑起来，即个翻译员才离开，转去先纳社，甲即个代志甲即桩代志甲迄个Ben-up讲，和其他居民讲吼，作为一个警戒。暗时啊，士兵。全南姆对国人经由陆路来到厝地，载来一张美乌哈罗士阁下的批。伊甲阮讲，途中拢无遭遇困难，颠倒是受到居民真好的款待。居民伊表明真好友谊，一点仔都拢袂免惊。毋过上好，阮爱谨慎来相信即寡野蛮人。所以伫咧北
北台湾这真热闹吼，都是足侪原住民的村社吼。咱伫即讲即篇读着足侪淡水河上游的即寡村社吼，啊，看起来是伫咧即个要对淡水去归人的即条海线的路嘛是足侪，嘛是有一寡原住民的村社吼。2月5号，为什么真意外？就是讲原住民的即个人口即个密度啦吼，比我所想的搁较悬啦吼。我较早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讲原住民的即个密度足低。为虾米吼？我较早的印象是安尼啦，就是我伫咧看，我袂记对一人所写吼。清朝有一个官员所写吼，我煞袂记伊是啥，伊是要去摕荷药，要去采硫黄的啦吼，家己的名袂记吼。伊对南部起来，行坐牛车啥物吼，辽阔啥，对台南还是应该是对台南吼，府城吼起来。沿路行爱有写游记吼，伊写到阮德北遐诶时阵，毋是德北啦，在新竹吼。伊讲对德产一直因就是德北啦吼，就是过德产对德北一直到即嘛南崁，遮尔远诶所在，拢无人住。哦，迄个人叫啥物啊？郁永河啦吼，玉永河诶，即个叫啥？袂记迄本书叫啥？袂记吼。你走去查郁永河吼，伊讲。对阮德北甲南崁吼，当然毋是叫德北啦，伊讲德产以北吼，过德产了后，一直到南崁，拢无人住吼。即一片足大片的，拢无人住，就是无像即只讲遮尔侪即个原住民的村社吼。好，2月初5，对早起甲暗时啊吼，规工落雨无特别的事。2月初6，好天，有晴朗的阳光，晴朗的日头啦。2月初6较长一丝啦吼，咱来看觅。有晴朗的日头，早起迄个黎族社的国王就是酋长 Penap 吼，所以这 Penap 是黎族社吼，淡水河上游的一个社，该同其他3个野蛮人坐2只艋舺来到遮吼。伊早有一面青龙旗。阮着请即个编辑和翻译员瓦迪和阮同齐食中昼顿，并且真中肯吼，即就是真诚恳来讲起对公司上路用的代志吼。甲迄个逃走的野蛮人交互伊就伫咧阮面头前用藤条吼，用出来甲伊抽拍吼，大大来处罚伊所犯的过错。即个野蛮人以前甲阮讲，因为伊毋肯听从即个编辑的话，所以拆掉伊迄个无好的厝。定起一间厝，才会叫因刣啦吼，哀悼吼，伊写哀悼吼。所讲是因为中尉的请求和命令所讲的，其他的居民拢已经如此做。讲安尼白贼吼，以后阮袂阁相信即个人，爱真谨慎来听。阮对上述编辑和翻译员，我伫听讲即个野蛮人。爱拍300个做处罚，伊是不得自由的吼，他是不得自由的。现在伊看到阮的善意吼，阮并无利用迄个条款来对付因，甲因逃走的人留落来做奴隶吼，像西班牙人所做的安尼吼。反正是允准伊将迄寡被囚禁的即个野蛮人带走吼。不过我对一项代志真感觉真戆影吼，就是即个酋长哪会甲迄个野蛮人，甲伊大力出来拍了后，心内真艰苦咧，含伊交，即啥物意思？很难过的跟他交，哦。而迄个野蛮人嘛，非常见笑来甲伊的面来掠走起来，吼。因的方式就是安尼。迄个翻译员安尼讲吼，讲因的方式就是安尼，但是上述编辑事后并无快乐吼，对迄个野蛮人非常的小心，甲伊顾较真严吼，真注意吼，互因袂当逃脱。居民对伊讲话的态度
态度，就敢若亲像是甲伊当做神相像吼。伊统治12个村社，伊讲的话拢会做会到吼。因此，为了要和安尼的人来保持友谊，所以就尽量温存来款待Ben Up 即个人吼，并且赠送伊一道卡蒂钦肩布吼，有无啥物布？一种布啦吼，半片的金布，金布啦吼，6个细支即个茶水吼，3个大的茶水，1盒半的铃吼，铃铛啊缀吼，以及一寡盐做手指吼，一面细面镜，甲一寡薰草。所以安尼伊就真愉快，心内真欢喜，而且真满意来离开。上游去。离开以前，阮搁再一次来提示命令，伊讲爱来和阮交易吼，如同阮和伊交易安尼。伊答应，并且宣誓如此遵行。因为翻译员我伫优良的服务，嘛赠送伊半片的金布，一个细即个螺啊，甲一寡烟的手指吼，一面细面镜，甲一寡薰草，以及17L 半的卡底肩布，用来裁制一领衫，5L 的Guinness 抹布哦，即个翻译员安尼送遮侪物件，3盒柳啊，甲一束丝，即寡是阮家己用阮的方法制作的吼，即寡物件互伊真欢喜，阮亲切来感谢。然后就离开，转去先仔社，阴暗有真明亮的即个光，总算读煞，10点20分吼。我看卖今仔读到今仔加读到2个半啦吼，可能到2个钟啦。好，2个初7，依然好天，但是下晡开始落毛仔雨。暗时透风，无特别的事。2个初8早起，乌阴天，若是中昼以后，一直到暗时拢是晴朗的天气，无值得记载的事。2个初9，今仔日规工落雨，无代志。2个初10号，天气依然像昨昏，有持续的微风，无特别的事。2个11，早起风雨像昨昏，无特别的事。2个12，晴朗的日头，早起。上午，酋长Ben Up的后生和几仔居民对李作社坐2只网架，摕轻航机来到遮，要去海滩要去海边仔的礁遐，要去玩菜荽菜荽有写 Grant 即个字卡36，等下再来看。因炸一寡新鲜的食物和即个马西烤酒马西来送互阮。并且和士兵交易，为此阮赠送伊一寡薰草，嘛交一张被要互伊炸转去因老爸，互因老爸。爱迄寡居民按照因的承诺，爱载2000支竹仔来即个城堡头前，然后伊就离开。暗时好天有星光，2个13乌阴天真冷的天气。中昼有2个居民对李作社坐一只网架来到即个城堡头前，一个名叫做乌龟。Sheopard 这应该是荷兰文名叫做乌龟。这个名称对伊有一点描述。另外，即句话意思是讲，这个名称对伊有一点描述，是啥物意思？应该是讲，这个名称含伊名副其实啊，即个生做乌龟嘛另外一个是酋长Ben Up的新伯就是伊个。真信用的人伊抵着中尉所送互Ben Up的迄顶帽仔，炸一寡马西烤酒来送互阮，因此呢，就赠送伊一寡薰草，互因非常的欢喜。因和士兵交易限值了后，就离开前往上游。暗时寒冷是真冷的天气。2个14，晴朗有日头的天气。继续透微风，今仔日无特别的事，夜间好天。2个15，依然像昨昏晴朗有日头的天气，无代志2个16，好天，因为马老社
酋长的邀请，中尉甲我该动12个士兵全副武装前往仙仔社。马老社是啥物所在呢？咱来看一下字卡36、37。拄则36讲菜水有字卡讲对本文所处的描述Grand 菜水应该就是莫西人蛋菜的五写迄寡黎族社人成群结队坐船顺河来到海边除了即道所写讲是要来玩菜水以外，其余拢是写讲是为着要来玩即个蛋菜蛋菜台语安怎讲我袂晓啦muscle 啦而且也真恶来想象讲，迄寡人来海边啊，几若工都敢若是为着要玩菜水应该是写毋对应该是蛋菜等下我查一下蛋菜即个物件。蛋菜。无孔一倍。英语叫做 muscle，M-U-S-S-E-L 对所以无毋对，我无记毋对。一种白类啦各位可能拢知影啦，啥物叫蛋菜我是较无遐了解好，这是蛋菜，拄则讲菜水另外37是马老写讲应该是马少写五写啦马少就是毛少翁写毛少翁马少，但是本文讲是应该是马老社酋长的邀请曲走去即个仙仔社，无定是日志作者拄则省略了一寡内容好，转来日志遮36、37遮。12:26，唔10:26分，我讲对。遮已经读到36、37遮嘛讲好天，因为马老社酋长的邀请，中尉和我该动12个士兵全副武装前往仙仔社就是马老社邀请，结果走去仙仔社啦，感觉这个倒位写毋对伫遐阮受到非常亲切的招待，所以阮就迄寡居民头一遍来提出过阮的互因的指令，内底几个重要条款，包括迄寡爱因完全服从阮的爱因做的代志，因答应讲会像兄弟啊和好友来遵行迄寡代志所以就赠送礼物互上述的酋长，就是马老社酋长暗时啊来到即个城堡今仔日后3个黎族社的居民来仙仔社来看阮，因名叫做 Tepas College Collegiate 讲因已经扑3工，会伫个明仔载或者是后日载阮落来。2月17早起好天，但是真冷。酋长 Ben-Up 该动3个伊的议员和伊后生，坐2只大的艋舺来到厝地，载了142滴和一寡新鲜的食物，一部分赠送互中尉，一部分和士兵交易。因此，搁再一次好好款待因，并且赠送礼物互因大家拢非常满意。上述的即个 Ben-Up 答应讲会遵照阮的命令，伫咧做军载搁较侪滴仔落来。
下晡因就离开巷往上游去。暗时啊，恬静无风。2月18下晡透真大的风，以后还佫继续，但是无遐尼大吼。有晴朗的天，日头无特别的代志。2月19，规工拢是变化无穷的天气。2月20，早暗透大风又佫落雨，但是天光了后，风就有较细吼，嘛出日。下晡，奇摩日乌社的酋长，名叫做坎布的人前来处队，伊是本纳伯兄弟用2只艋舺载100支竹仔来。伊讲伊已经铺真侪竹仔，但是呢欠少船只来搬运，因此阮就答应讲，阮就回答讲，只要尽力载来就会使。所以就赠送伊一寡薰草，甲2叶半的空眼布，因就离开巷往上游去。暗时啊，好天。想讲要甲字个读到煞，我看是较难吼。好啦，读到遮2月20吼。我看一下，哇，爸比写遮侪笔记吼，我小看一下。恁是咧讲要买啥物件买无？蛋菜吼。刚到这里熟悉那个蔬菜嘛，蔬菜台语是菜色拄则差，我着互另外看看去，伊讲伊买无菜啊。洪太咧买无菜哦，是。结果变做开讲。好。啊！但是我足认真的啊，我有用到迄个出丝线这句哦。就是我就讲，比如讲我食伤少的肥皂，我讲我卖肥皂啦，我记句。记句到达。嘿。啊，伊就讲是啥？记句。我是记句，记是记好无？嘿，记句到达嘿。是。就想说着小家一个讲昨有阿公甲我教。嘿。记骨到达，对，记骨到达。其实迄嘛是讲我家己摇啦吼，因为到达就是到达是拄啊好势嘛，就是刚刚好啦吼。啊，所以你想看嘛，肌骨、骹骨、手骨啥物拢到甲拄啊好，就是你的身材就匀称嘛吼。对。有我。嘿啊，对。妈祖蛋菜，妈祖遐的哦，吼，我毋知。嘿，妈祖加就是遐。特别有名的哦。对。东港我嘛是看一个节目才知影有即个物件。就因足兴食这，若是去遐算伊。是用炒的吼。毋知就是有这料理，因为我无爱吃，就惊食的，我爱食。OK， 好 ，OK， 咱今仔日到遮吼，来关房。今仔日就拜。咱明仔载咱搁继续啦吼。无明仔载休困吼，明仔载休困歹势。好。OK， 咱来明仔载休困吼。好，多谢阿乖，多谢大家。好，来关房。